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关心澎湖籍的渔船大金满88号连船带人，互人押到中国。渔民是人心惊惶，想袂到昨暝，阁有渔民拄到中国的海警船，伫金门的海峡广播放送，恐吓渔民是歪命术，要求渔民马上来撤离。渔民是赶紧甲渔船驶回港来避风头。另外，往押到中国的船长，因为有慢性病，家属是真担心，希望会当先甲药送过去。半暝海面上，这台中国海警船电火正光，互渔民翕来。昨暝金门角海域海警船伫赶渔民。台湾渔船，你们不要命了吗？还敢过来啊！我是听到我朋友这样讲，因为我船上没有这个设备啊。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我们做了什么犯了什么滔天大罪吗？赶紧撤离，走转来港口，这船员伫搬进花，这渔货当然无济。海警船伫赶的时，海上渔船拢总走，因为2天前有渔船被押回中共。目前吼，因老母真差80几岁啊，所以有当时吼，真啥物代志咱是也佫无了解，所以我嘛唔敢去甲因老母啊想过迄路就对啦，惊伊烦恼。艰苦的呢，出海出去要发生啊怎样？哦，像安尼。咱也唔知影，这若要挽救，迄就爱政府。徛伫金门护国墩的观景台，就当看到围头湾被扣押渔船，目前就是挖伫尖。经过了解，姓洪的船长甲4个船员拢扣留伫泉州海警局的晋江工作站，最近有可能移送到石狮去做笔录。高血压的症状，还有稍微糖尿病带的药。目前是不足，所以说他女儿很担心，说是不是到时候没有药可使用。中国海警局嘛发出声明，讲这只渔船违反休渔的规定，而且网仔嘛比规定的较细。那个我们渔业署方面还是没有很大的一个限制，就对。我这边抓的话，大概都是比较2寸半的比较多了。出海掠小竿啊，网仔差不多拢是2寸半较济，因为实际使用情形，大概拢无共款。台湾并无特别的规定。渔网仔敢真正是扣押的原因，还是讲中国海警为执法伫找理由？家属敢若问讲，赶紧将人平安家带回来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